今日即暝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8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6篇，创世纪43章第1节到15节，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执事。执事这个名词出现伫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传统的中间。执事 deacon 的出现，原来是为着要互使徒会当更较专心来传讲，无需要去担心行政事务所设立的。原意的意思就是一群伫教会内底的服侍者。或者是咱会当称作 servant 仆人的观念，这是对旧约开始有的观念。现在执事已经变成做教会制度化内底的一个官方正式的职务，但是每一个教会对伫执事的定义嘛，却有无共款的制定。有一寡教会用执事会做决策单位。伫因的制度内底无有长老，亲像浸信会，大概就是这类型的体制，所以因就无有按立的问题。执事伫落任了后，就拢总叫做兄弟，或者是叫做姊妹。正确的观念中间服侍是无分关阶，只是职务顶悬的无同。就算是亲像长老教会体制用中会、智会，伫教会内底用小会，就是长老组成做决策单位。但是无论是毋是受按立，拢是主的仆人，拢是为着成全上帝的旨意来存在、来做、来服侍。约瑟伫埃及担当这个宰相，伫伊的任职顶悬是上帝将伊放伫迄个位置，而且是为着要拯救伊的家族，就是上帝的选民。便雅悯当初时也就成做一个关键的人物，互以色列的全家去到伫埃及避难的一个关键。创世纪43章第1节到15节，迦南地区饥荒真严重，雅各遐个囝对埃及带转来的5个已经食了，因老爸甲因讲：“恁搁去甲咱买一寡美牛。”犹大对伊的老爸讲：“迄人严严甲阮警告讲。”恁若无带恁的小弟来，就毋免要见我。恁若互阮小弟做伙去，阮就落去甲你买美牛。你若毋互伊甲阮做伙去，阮就无要落去，因为迄个人甲阮讲：恁若无带恁小弟来，就免想要见我。雅各讲：恁是安怎安尼害我？甲迄个人讲，恁还有小弟，因讲，迄个人一直甲阮问阮甲亲族的代志，讲恁老爸还活地无？你有兄弟无？阮拢照实讲，阮哪会知伊会讲，着带恁小弟来。犹大阁甲伊的老爸雅各讲：你将即个囡仔交互我。阮就随时出发，通互咱大家大细拢活落去，免阁枵死。我甲伊担保，你通对我讨人。我若无带伊倒来，交互你，我愿一生担即个罪。咱若无安尼来延迟，阮就已经第2摆倒来啊！因老爸雅各甲因讲：若是安尼，恁着带咱遮上好的土产，一寡乳香、蜂蜜以及香料、不药，
开心果，行人做礼物，送互迄个人。恁阁着带顶背的云，将恁伫布地空所发现的云带转去还伊。迄个可能是失策。恁通带恁的小弟出发去见迄个人，愿全能上帝互恁得到迄个人的怜悯，互恁迄个兄弟甲平安面会当倒来。我若失落我的囝，我嘛着接受。因就带遐礼物甲顶背的银，佮带平安面出发落去埃及。徛伫约瑟的面前，平安面去埃及，甲这个见约瑟，开启着因全家得救的一条路。教会存在，毋是一个人、少数人咧服侍。是应该人人该祭司，实在是讲人人该接受，拢是服侍者。若无的话，就会变成做遐个为着教会带来纷争的人，因为因无愿意付出去关心家己，实在是家己所在利益的利益。这嘛是伫体制顶悬执事会出现的原因。今仔日的经文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第1节到第7节就提到着这个背景。过无偌久，门徒的人数一直加添，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埋怨遐会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，因为因伫分配日常生活的需要，忽略因的官府。12使徒就召集全体的门徒，对因讲：“阮将宣讲上帝信息的工作放下地，去管分配日常生活的需要无效。所以兄弟啊，就对恁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、受圣神充满、佮有智慧的人，阮通任命因办理这个代志。我要专心伫祈祷甲传道的工作。”使徒意见得到全会众赞成，因就选司提反，伊是充满信心甲圣神的人；佮选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那、提文、巴比那，甲改装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。因互这个人徛伫使徒的面前，使徒就为着因祈祷，甲因还手。上帝信息继续传开，伫耶路撒冷的门徒人数加添真济，佮有真济祭司嘛听叹这个信用，因为执事服侍者的加入，互使徒会通更加专心传扬基督，佮换的福音。互使徒的数量来加添，就连这个祭司也接受到这个信用。诗篇36篇，做伫歹人的心底激动，伊的眼中毋惊上帝。对伊来看，做是伊的看口，家己想讲上帝袂发现，袂厌恶。伊讲的话拢是罪恶甲奸诈。伊无阁再有智慧，嘛无有好的行为。伊伫面床顶还在计谋罪恶。伊决定要行歹路，毋去杀歹代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悬到拄天，你的信息到伫强创，你的公义亲像极悬的山，你的判断亲像深渊。上主啊，人甲精生你拢眷顾。上帝啊，你的慈爱哈尼宝贝，世间人拢来美伫你的十股的保护，因伫你的厝享受丰盛的宴席。你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，
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。对你的光，阮看见光，愿你继续施乐慈爱，互捌你的人，施乐公义，互内心正直的人。毋通用阮骄傲的人的骹吞踏我，毋通用阮凶恶的人的手赶着我。你看，做歹的人已经倒落去，因受车倒，袂当搁起来。求主帮助阮，使用阮成做服侍者。无论是有即称无即称，有名有还是无，互阮拢愿意诚心诚意服侍，成做主忠心的仆人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